来讲罢免的消息，罢免国民党立委罗明才领衔人，也就是带头的吴碧伟呢，伫面册就写讲伊不轻生的声明，就是讲控诉和地方的人士关心，要求伊停止罢免。新北市议员呢林炳佑嘛，伫记者会表示讲，已经透过警方证实讲有乌队势力施压，针对这点，罗明才拢无承认。同意罢免明才滚。上北的罢免团体拢合出会，话要罢免罗明才，所当局无看领衔人吴碧伟的身影，因为伊控诉和地方人士嘅关心，叫罢免团体停止罢免。新北市议员罗炳佑也透过警方证实这件代志。经过警方的证实，有这种多个不同的帮派与罢团来接触，要求他们不能继续罢免的行动，这个我想是非常难以忍受的吴碧伟更加伫面册抛出着不自杀的声明，讲出着司法的经过，讲最近已经有3组地方人士敲互伊招伊食饭，目的拢是想要参详停止罢免，互伊感觉伊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决定伫咧完成保险进程，拢要去避风头，敢若是真惊罗明才背后的势力。啊那洪指控罗明才也随出来解说。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要和恶势力来对抗。不同意，不同意，投下不同意。表演反罢字步口，无申请介入恐吓，因为中选会进前才宣布，也有罗明才等5件罢免案需要补件。罗明才也话讲，中选会需要铁查。选举一到选举奥博就搁出现了借由这样的一个说法来掩饰这一次联署，其实就是灌水联署的事实嘛。伪造的这一些死亡联署的这一些，总共有14个项目，都一样呢，在每一个选区，其实中选会都会公布。罢免进入联署的最后阶段，全会探涉到领衔人的人身安全，也引起着讨论。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